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8月3号。這一期咱們聊聊酒店，聊聊旅遊行業。最近網上關於今年上半年，還有關於這個暑期旅遊酒店行業的慘淡這樣的報道也非常多，很多還是官媒報道。你比如說，經濟觀察報7月31號刊登一篇文章經濟觀察報說近20位文旅從業者說，暑期遊客預算收緊，賺錢更難。這個第一財經8月1號刊登一篇報道，叫近年來最便宜的暑運上半場，旅客量創新高，票價創新低。那還有大量的其他的媒体的還有自媒體的，所以通過這些媒體報道，為我們勾勒出一幅這個旅遊行業、酒店行業、機票在2020年是什麼一個慘淡的景象。上半年慘完了，等到暑期本來希望來個反彈，因為暑期嘛是個小旺季，結果這個旺季不旺，比往年還要寒冷。這個不是誰唱空这形势就這麼個形勢。我們以酒店為例2020年上半年旅遊人次漲了，但是酒店的營收卻降了。你說這叫什麼事？這個實際上在去年前年的我們都一直說，一到節假日，一到小長假，旅遊的人是人山人海，到處都堵車是吧？但是一算人均花費，一天只有110塊錢，人均一天花110，那你說那出去玩啥呀？那不是典型的窮游嗎？人均花費一年比一年低，旅遊人數一年比一年高，你給解釋一下怎麼了？所以很多業內人士他們感觸更深。我們作為遊客是吧？我们還不知道，做文旅的、做酒店的、做民宿的、做機票的，做旅遊的這些人，他們感受越來越深。什麼叫越來越深呢？就是官方出遊人數年年漲，但是一線生意的體感非常非常的冷，就跟我們韭菜感覺一樣，對吧？統計部門官方公布的 GDP、人均可支配收入、失業率等等，那都是穩中向好。但是我們個人是不是體感越來越差？一個道理官方公布的旅遊的數字人數也是節節創新高，但是從業者個個都感覺到寒冷。2020年上半年行業數據出來，比人來了房沒滿更扎心。2020年上半年這數據是什麼數字呢？大家看全國酒店接待人次，全國的同比上漲18%，比去年上半年增長18%，人数酒店接待的人数增長了18%，但是酒店全行業總營收同比下降4.7%，人增加了18%，但是總的收入還下降了4.7%，平均每間可售房收入，就是每個間業平均一間房同比下降8.7%。你說這叫什麼數字？人多了將近20%，18%嘛，收入卻少了1%，也就造成一個越忙越不賺錢，成了今年所有酒店人的共同命運。上半年不光是酒店呢，實際上你看這個航運對吧，一樣財經報道說7月1號2020年暑運正式啟幕。往年貫穿2個月的暑運都是航空公司賺錢的旺季，但從今年暑運上半段的情況來看，航司收益並沒有預期的好。不少航司對記者透露，今年暑運客流啟動相對較晚，票價也沒有預期的高，以至於暑運開始第一周都是虧錢的。可以說今年的暑運是疫情後機票最便宜的一個暑運。航班管家今日披露的最新數據顯示，7月份暑運的前半段，民航直飛客運航班日均超 1.71 萬班，同比增長 1.3%， 其中國內航班增長 1.3%， 國際航班下滑 1.5%。往國外飛的少了國內飛的倒是多了。而運力增長的同時，旅客量也創歷史新高。根據測算，7月份民航整體旅客運輸量預計是7447.6萬人次，
這是境內啊，同比增長3.7%。這樣的數据比暑閏開始的第一周看起來好得多。今年暑閏第一周相比往年更加清淡，公司整體是虧損的，只有1-2天是小賺，這在此前的暑閏是沒有過的。分期暑閏客流基本盤的是親子家庭。去哪兒旅行數據顯示啊，暑期機票量同比增幅排名前20的航線中，有一半是南方城市飞往避暑的良航線，例如長沙飛往新疆、伊宁的航線預訂增幅超5倍，安徽芜湖飛往貴州、合肥飛往夷寧、鄭州飛往芒市等航線預訂量增幅均在4倍左右。然而，儘管客流量在7月中后旬開始增長，但暑閏上半段的票價依然低於往年同期。根據航班管家數據顯示啊，7月份民航國內經濟艙平均票價835元，這含燃油附加費啊，下滑了0.7%，同比疫情前的2019年更是下降了7.1%。7月份 Top 20國內航線經濟艙平均票價845元，只有3條航線均價超1000元。且都是北京首都相關航線。對比歷史同期來看，僅上海虹橋到北京首都、深圳宝安到上海虹橋等4條航線票價同比正增長，其餘16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，部分航線降幅較大，比如深圳宝安到北京首都、成都双流到北京首都、廣州白雲到北京首都，8條航線降幅超1成，降了10%以上啊。那有人就說了啊，那既然旅客在增長，并且增幅高於航班量的增長，為什麼票價還漲不上去呢？供不應求了，應該對不對？航空公司很委屈啊，航空公司認為啊，說今年旅客對票價敏感討論明顯比以往增加，對暑閏高票價的包容度也沒有以前高，再加上7月5日之前燃油附加費也很高，即使5日下調後，還是有人吐槽收費高。相比之下，轉乘高鐵或自駕的人群也越來越多。航司市場部人士對記者透露，機票價格一提高，客座率就有明顯變化，原本要乘飛機的遊客可能就轉向高鐵或自駕。說這話非常委婉，說的就是遊客沒錢，對吧？對票高價容忍度低了。往年經濟好的時候，你暑期漲價，票價本來是800的，你漲到900，漲1000，哎，大家都忍一忍，因為都有錢嘛，無所謂，對吧？旺季嘛，漲價是應該的，所以大家就會自我安慰，會接受。但是現在接受不了了，你只要就平常我看了啊，你平常這是，對吧？長沙到烏魯木齊是800，好，你現在收1000，那大家就開始吐槽了，受不了啊！為什麼？口袋空了，大家對價格非常敏感，容忍度也低，一吐槽航空公司受不了，不光是吐槽受不了，這一吐槽形成負面影響，大家這真的是拿腳投票啊，真的坐高鐵去了，這個上座率客座率就明顯下滑，所以它人漲了，價格不敢漲。那歸根結底還是大家收入不行啊，大家對價格越來越敏感，所以這是你看啊，這個暑假典型的人多了，哎，票價反而還要降，你漲了馬上人家走了，不做了。這是第一財經報道的啊，你看經濟觀察報、第一財經官媒報道。所以我們繼續回到酒店啊，那有人就說了，酒店怎麼上半年，對吧，人多了2成，收入還少了1成呢？這越忙還越不賺錢呢？什麼原因導致的，對不對？剛才你看航空公司人家也抱怨啊，委屈啊，想偷偷摸摸漲點價的，对不對？旺季漲點都被人罵，然後真拿脚投票。實際上酒店一樣啊，酒店就是淡季苦苦支撐，靠旺季那幾個月賺錢。那就不淡季那個房子是200塊錢一晚上，到了旺季它就变成600。但是今年沒有人慣着啊，你要漲600，人家真的不住，你漲吧。往年大家都忍了，對不對？出來玩嘛，出來都出來了，多花點怎麼着？那今年就不行，就不多花，因為沒錢，口袋比臉還乾淨。那麼為什麼啊？酒店行業人多了，收入還下降了？有幾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啊，
是因為全行業都在降價，人均房費跌了20%。2019年客人住一晚酒店平均花235塊，202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187塊。不是你一個人在降價，是整條街都在降。你賣200沒人訂，隔壁賣180滿房，你咬咬牙降到170，最後發現大家都沒有賺到錢，人是多了，但是每個人花費的房費少了1/5，就是人均消費降了，沒錢，大家越來越傾向於窮遊，這是第一個原因啊。第二個原因呢，1/3的房根本不賺錢。現在酒店的房態啊，免費房、積分兌換房、企業協議房佔比已經到了2/3，看起來滿房。1/3的房要麼是平台積分換的，要麼是大客戶的成本價，要麼是給渠道的免費房，忙前忙後辦入住、打掃衛生，1分錢房費收不到。這部分房賺的就是個熱鬧，這部分房是保底啊，看着滿的，但實際上你不賺錢，這就是個保底。第三個原因呢，除了房費，客人1分錢都不花了，也就是你想收點增值服務費用，不好意思，沒有。以前住酒店，客人早上吃個自助早餐，渴了買瓶水，晚上用一下迷你吧，对吧？多少有點2次消費。現在呢，2次消費收入同比暴跌35%，怎麼跌的呢？大家都自帶水杯、自帶零食、自帶啤酒，对吧？自帶白酒，哎，也不會入你那個小冰箱裡面的那些吃的。早餐出去吃包子、豆漿，哎，10塊錢搞定，不在酒店裡面吃，除非你酒店含早餐。連2塊錢的礦泉水都要從超市買了帶進來，帶泡面進來吃，對不對？除了房費，你別想從客人兜裡多掏出1分錢。哎，這個我跟大家說過啊，我最早在北京做酒店。因為我最有發言權啊，所以說我每次聊這個我都要說一遍。聊這個酒店行業，我是最有發言權，因為我26年前我在北京就幹這個，那時候北京市才幾家涉外星級酒店呢，都不多啊。那老外來了，他住酒店啊，住在那個建國飯店，結果他要番茄醬，那酒店沒有啊，酒店都不知道番茄醬什麼番茄醬，打電話到前台問，前台說不知道，搞不清楚。那客人就問我，是我幫他訂的，對不對？說這酒店怎麼沒有番茄醬呢？但是我也不知道番茄醬什麼東西啊，很遺憾。但是我就問他番茄醬什麼東西啊？後來我還問同行呢，對吧？我這學習能力不是強嗎？我打電話問同行，番茄醬是幹啥的？哪兒有賣的？哎，同行說，哎，那玩意兒，說他老外说這什麼蘸着麵包吃什麼的啊？就是相當於我們的臭豆腐、豆腐乳或者什麼，對吧？那辣椒醬啊。我說哪兒有賣的呢？他說你那個對面那個賽特啊，那時候北京啊最高端的商場是赛特啊，還有一個就是北京那個叫友誼商店，那是涉外的商店。說那兩個地方肯定有，那兩個地方也離得不遠啊，正好離建國飯店也不太遠，那我就受累唄。哎，我就跑到這個啊賽特去買了一罐子番茄醬，我給客人送去了，放到前台，然後客人自己到前台去取。當然這個我這不是免費的啊，這裡面肯定加了100、200。就比如我是32買的，我賣給他，那肯定是132。哎，這叫服務啊！哎，你看人家就這不就多讓你多掙了100塊嗎？他不在乎，他自己也不去買，對不對？哎，我說你自己去一趟啊，那對面那個赛特你買一下，或者是友誼商店，那人不去，對吧？人家來就是要享受服務的，那我就給他服務唄，反正給錢是不是？但現在不行了啊！現在人家你就对吧？那國內的客人礦泉水都自己拿自己帶，是不是？你想賺他錢太難了。我記得我有一次給一個老外啊送一個什麼，不知道是送機票送什麼玩意，送到他房間啊，他也是我幫他訂的嘛，酒店。哎，我把票送給他，我走的時候他從包裡，从他口袋裡面一掏了一個，我記得應該是$10吧。還是$5，我忘了啊，小費。其實雖然那張票我已經賺了100、200的啊，賺錢了，但是他還給我付個小費，但是讓我很吃驚呢。那第4個原因啊，平台抽成越來越高，你在給 OTA 打工。2019年 OTA 綜合抽成是15%，賣100塊錢的房給平台15塊。202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22%啊。
佣金、退款費、活動補貼、競價排名加起來快到1/4，你賣的房越多，給平台賺的錢越多，最後落到口袋裡越少。忙了1個月，大半利潤都給了平台。這個最近前一陣子那個攜程對吧，被罰了50多億，就是這個事啊，對吧？大量的這個酒店在給攜程打工啊，攜程被罰50多億，但是你酒店。對吧？你這些錢人家也不退給你，罰了50多億都去了大頭，也就是平台從這些酒店身上賺了薅的羊毛，对吧？15%漲到22%，薅的毛越來越多，薅走了之後，大頭一刀全割走了，對吧？那你商家啥也沒得着啊，你商家說，哎呦，把錢還給我是吧？補貼給我，退我5%，沒有啊，沒這個機制啊，那你商家被薅就薅了唄，是吧？自己扛。那第5個原因呢？酒店的成本一直在漲，收入沒漲，成本先漲了。人工、水電、布草、洗涤3項核心成本3年漲了17%。人多了，你要多招前台，多招保潔，工資得漲。天熱了，空調24小時開着，電費蹭蹭往上漲。布草天天換，洗滌費也在漲，收入還沒見着，成本先出去了一大截。這個當然了，是吧？這個你人一多了啊，你成本肯定上去了，這不用說。所以說最後一算賬啊，賺了個人氣，褲衩子都賠掉了。我記得去年咱們經常介紹是吧，很多餐館1年流水200萬，做外賣，夫妻倆是吧？流水一看挺高的啊，最後年終一算賬，2個人賺的錢夠發2個人的工資，也就是白忙，勞一累，勞一個辛苦。很多行業都這樣啊，看上去好像挺熱鬧。但是你這個熱鬧是沒有效果，沒有錢，稍微往下波動一下，你就還賠錢。第6個原因，低價房佔比越來越高，滿房都是假滿房，什麼意思呢？鐘點房、午夜房、尾房甩賣，這些低價房佔比一到了31%，就是1/3啊。這些房的價格只有正常房的3折，看起來房貸全紅，實際上一半都是幾十塊的鐘點房，100塊的午夜房。滿房是滿房了，但營收還不如以前半房的時候。那麼給大家算筆最實在的賬，2019年賣一間房，扣除所有的成本，老板平均能賺62塊錢。2020年賣一間房，扣除所有的成本，老板平均只能賺18塊。這說實話啊，我以前做訂房的時候，我一間房一晚上如果就賺60塊，我都不高興啊，那太低了。是吧？一間房一晚上賺60塊錢嗎？你看这老板，2019年啊，你那酒店那一間房一晚上賣出去，你这只能賺60塊錢。那我无本生意啊，我是中介，對不對？我一間房一晚上都不止60啊。這是在2000年的時候啊，一間房一晚上怎麼能賺100塊錢吧？怎麼能加100塊啊？賣給同行加30、50，當然了，也是關係好的時候。關係好的同行啊，走量，幫着走量，那就給他加10塊，10塊錢就是人工費嘛，對吧？你接個電話，也得花錢啊，打個電話是不是啊？那時候電話費也不便宜，所以一間房發個傳真，對吧？這些辦公成本，所以一間房給同行啊就加10塊錢。哎，比如說我在中國大飯店，我跟他談的價格低啊，比如說200塊錢一晚上，同行拿不到這價格啊。別的人拿去談，怎麼着300，那我能拿到200，那我給同行關係好的給他210，這樣幫我走一走，我又不賠錢。一般的關係一般的加50啊，如果關係雖然一般，但是他跟我走的量大是吧？他一個月都推100多間、200間的，那我就給他加30，對吧？讓點利，就是這麼幹啊，就這麼簡單啊。那自己直接賣給客戶呢？那你對吧？這前台是800，那我賣給他600唄，比前台便宜點。他自己到前台住那就是800，哎，我給他600，他不挺高興的嗎？都是這麼幹啊。所以賣給客人一間房都是100以上，你就賺60，那賺什麼錢呢？所以但是現在你看酒店業就這樣，一間房一晚上就賺60塊錢。好，2026年啊更慘了，賣一間房，這間房晚上賣出去了啊，扣除所有的成本，老闆平均只能賺18塊錢。你這一頓早餐的錢，一間房一晚上他就賺18塊，那這還有利潤嗎？人多了20%，但是房間賺的錢少了70%，
這就是為什麼你越忙越賺不到錢。上半年有38%的酒店接待人次漲了，但是利潤反而跌了，就是大家說的忙了半年白幹。很多老板想不通啊，我服務更好了，裝修更新了，人也更多了，怎麼就不賺錢了？本質很簡單，不是人不來了，也不是人不住了，而是人不想花錢了。平台分走一塊，成本吃掉一塊，低價房占走一塊，最後到你手裡的就是剩点渣渣。你以為降價能滿房，满房就能賺錢，實際上你降的每一分價都是你自己的利潤。實際上很多酒店也是在虧損啊。这個最近網上有很多關於什麼大理啊、雲南啊什麼，對吧？民宿那褲衩子都賠飛了，這樣的文章特別多。再結合剛才是吧，第一財經說的機票，你看啊，人多了，機票價格還降，航司還虧錢，你說這叫什麼事？道理都一樣啊。歸根結底是遊客出去玩的人沒錢，不想花錢，對價格敏感。你只要稍微涨一點，我就不住了。別人稍微便宜10塊的，我馬上就去那兒，整個行業就內卷。就是不管是旅遊還是機票，往年啊，暑假旺季，管理着長沙幾家高星級酒店的負責人王勇，總會接到相關部門打來電話，主管部門他還叮囑一下啊，你千萬不要漲價呀，一漲價我們這兒旅遊就，對吧，受影響啊，不要漲價太高。但今年他的電話沒響，不需要約談了，我們自己就降了。什麼意思啊？往年就是文旅部門打電話給自己辖区的酒店，你們別亂漲價，乱漲價到時候人一吐槽是吧？影響我們的形象，影響形象，以後游客不來了。那你們都对吧？都克制一點。今年不需要主管部门打電話來溫馨提示了，自己主動降。為什麼降啊？沒人住啊。在鄭州5星級酒店永和伯爵國際酒店市場總監東濤剛剛拿到7月份的經營報表，說出租率跟去年基本持平，僅波動1-2個百分點，但平均房價降幅8%，散客渠道占比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個百分點。你看看，這是鄭州5星級酒店啊，散客渠道下降了20%，但是它房子是滿的，那就說明接團的唄。接團呢？你說你能掙什麼錢呢？你價格稍微高一點啊，人旅行社就不往你這發團，不在你這住，對吧？很簡單。旅行社他那包干制的，他在你這兒酒店貴了，那他賺什麼錢呢？在海南3條線國際旅行社創始人周敏算了一筆賬，公司整體暑期營收同比下降40%，其中青甘線下降40%，新疆線下跌了60%。在廣西桂林，一家2022年11月成立的旅行社，熬過了疫情，卻在今年4月注銷了。同期注銷的還有96家同行。老闆周林注銷公司後，買了一輛7座車，改做小包車服務。國鐵集團預計啊，那就是高鐵啊，鐵路。國鐵集團說，7月1日到8月31日，全國鐵路發送旅客10.1億人次。日均1629萬人次，較2025年暑運實際客流量增長7.1%。你看啊，不僅航空公司人增長了，鐵路也增長了啊，也就是這個暑假人氣在漲。但是無論是酒店還是客運部門，行業普遍感受錢沒多賺。7月末，經濟觀察報記者調研了近20位文旅從業者。他們有的是擁有數千家酒店的連鎖經營者，有的是高端民宿的極速創始人，有的是區域頭部租車公司的總經理，還有分布在北京、新疆、雲南、浙江、海南等地的旅行社從業者。除了這個暑期頻發極端天氣事件，甚至出現了部分地區受災的情況影響之外，他們共同感受是，這個暑期旺丁不旺財，遊客出門了，預算收緊了，家庭出行了，會比價格了，流量還在，轉化變難。旅行社的定價邏輯發生轉變。周敏說啊，過去是心智定價，看用戶能接受多少錢就定什麼價，利潤空間在成本之上，加多加少是靈活的。現在是成本定價，機票、酒店、車導、服務費一項項加起來，再加一點服務費，
利潤空間被極致壓縮。以前接待會議團、旅行社從一個遊客身上能賺200-300元，現在只有幾十元。在需求走弱的同時，酒店和民宿供给卻在持續的擴張。賣點研究院數據顯示，2026年上半年全國新增超3500家酒店，31.6萬間客房，本土品牌佔比超過90%，終端酒店佔新增總量的35%，首次超過經濟型27%，成為擴張主力。把時間拉長，方正證券研究所監測到，從2023年第一周到2026年的第20周，全國15間客房以上酒店数量，就是最少你得有15間客房啊，就这种酒店数量从31.2万家增至41.9万家，增幅超過30%。那还是你看競爭激烈是吧？內卷嘛，供應加大。民宿供給同樣在快速膨脹。以大理為例，截至2025年底，大理州正常經營民宿已達7007家，而2016年這一數字僅為2179家，10年淨增4828家，增幅超過220%。市場不好，供給還在增加，增量來源於一部分物業資產改造為酒店，價格內卷也來自供應鏈倒掛。周敏說啊，青海、甘肅、新疆的酒店和機票早期預期很高，給旅行社的價格不低，到了臨期發現市場沒那麼好，散客價反而更便宜，但旅行社簽了合同，用了房就得按合同打款。實際上啊，說1000道1萬，還不就是大家口袋裡沒錢了嗎？臉對吧，兜比臉還乾淨啊。但是玩還要玩，所以說出行那是剛需，要出遊，但是勒緊褲腰帶，那就是不花錢，這是對吧？經濟觀察報第一財經報道的，有好多這個傻叉啊，看了節目啊，哎，總是說，哎，我看你挺好的，你怎麼老天天在講這個？這不是媒體報道的嗎？對吧？有好多這缺心眼兒的，可能自以為自己姓趙啊，已經深信不疑，總是把自己當作姓趙的。實際上啊，就是大家收入低了，對未來預期不好，不想花錢，但也要出去玩。這裡面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啊，就是酒店行業，尤其是星級酒店啊，因為它是個叫存量競爭、內卷。剛才已經說了，你看短短10年間，酒店增加了多少啊？但是客人沒有增加多少，尤其是高質量的客人，這個高質量的客人在減少。高質量的客人，什麼叫高質量客人呢？對酒店行業來說，我一點都不誇張啊。對酒店行業來說，那高質量客人就是老外。因為比如說啊，人家不管是歐洲的還是美國的，歐洲人花的是歐元，美國人花的是美元，对吧？所以說啊，他到中國來啊，一看到这個酒店，哦，才100美元是嗎？那我們這是將近700塊呀，或者100歐元是吧？那我們這邊也就是900塊，那對他來說很便宜啊。200美元他也不貴啊，對不對？人家到中國出差住200美元一晚上的房子，這是，對吧？這不算富裕啊，是吧？但是我們這兒那就是1500啊，1000多1300，對不對？那什麼概念啊？所以這樣的客人越多越好啊。所以商務客人，尤其是歐洲、美國的商務客人，他們越多越好。那麼這個商務客人現在在增多嘛，肯定在減少，因為什麼？外資在撤啊。如果外資在我們這很多，对吧？外資在這辦的工廠越來越多，投資越來越多，設的企業越來越多，那麼他們的在這兒的員工就越來越多，過來開會，對吧？過來視察，過來交流，越來越多。那這個他就已經把我們的高端酒店給差不多填滿了。高端酒店它就不會參與競爭。哎，現在高端酒店這個遊客沒了之後，你靠誰去住呢？靠科技新貴是嗎？科技新貴人不多啊，對不對？他不能天天住酒店啊。科技新貴只能是國內旅遊，那他還能住出什麼出來呢？人也不多，對不對？現在很多這個金融公司啊、券商是吧？本來他們也是我國內啊頭部。但是他們因為現在不是在限薪嘛，在過緊日子嘛，所以他們住酒店都是啊，本來是1個人1個房間，現在基本對吧？你2個人就要訂1個房間，過去是1個人1個房間，是不是？現在出差盡量安排2男的出差，
要麼安排俩女的，哎，出差之後你們訂1間房，以前是訂2間房，哎，以前是对吧，800也可以报，现在是你不能超过300，你看看是吧？我们还自动降，包括大厂现在都在预算卡得很紧啊。以前你说你住500一晚上的5星级的无所谓，现在出差就是有標準，嚴格按照標準來，都在壓，所以5星級酒店，他就日子不好過，老外也走了，日子不好過，人家也過日子啊，他就往下降維唄，打擊，對不對？他往下一降維，那4星的、3星的，他都跟着倒霉，也得降價。那人5星的对吧？这價格都降到500了，你4星的、3星的，你還賣500啊？你只能賣300、200。就像茅台，它只賣600一瓶的時候，你說你其他的酒你還好意思賣500啊？那不得往下降嗎？是不是這個道理啊？所以第一個啊，價格就開始內卷。而我們現在增長的人是什麼呢？增長的人是普通的韭菜牛馬出去玩，他們是消費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，價格非常非常敏感。這樣的人越多，對酒店來說賺不到錢，落一忙。你要賺就賺那個有錢人的錢，人家不在乎，對吧？你賺窮人的錢，那窮人你多賺了1塊，人家都在那兒給你算賬。所以這個酒店行業、旅遊行業就累啊，就這個原因啊。你看人多，對不對？他就是不花錢。那個大唐不夜城是吧？大唐不夜城每天都是摩肩接踵是吧？那都是人山人海，但是都不花錢。那個垃圾桶裡那個竹籤都沒多少。一般的那個竹籤不就吃臭豆腐或者什麼，對吧？燒烤，哎，人都不吃了，烤腸什麼的不吃，買一瓶水攥着，從這個景區逛到那個景區，那一瓶水還在。所以你看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然後再加上很多酒店又參與進來，因為很多房子啊賣不掉，商業樓盤、寫字樓也租不出去，怎麼辦呢？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改成酒店，然後開始營銷，對吧？總比空着強啊。所以很多寫字樓就改成酒店，這樣競爭就多了，是吧？還有很多什麼民宿為什麼多啊？不就是因為房子賣不掉嗎？房子越來越多啊，住宅越來越多，又賣不掉，那又租不出去，那只好是搞民宿啊。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年，對吧？酒店暴增，民宿暴增的根本原因啊。這些民宿和酒店的經營者，他那個比較便宜的價格拿到物業，拿到這些資產，完了之後他再去營銷去賣。所以在這個存量市場裡面，供應越來越多，而這個願意加錢的人少，那這行業存量市場的競爭就是這麼個現狀。所以大家就是累，感覺特忙，越來越忙，但是不賺錢。那這個還好啊，對吧？只是不賺錢呢，還沒讓你賠錢呢。接下來遊客再一不高興，再不來了，對不對？你還賠錢，等着吧，對吧？今年只是說累不賺錢，明年那就是累還賠錢，那一定是這麼個趨勢啊。所以你看今年5·1是吧？然後各個酒店什麼加價，平常賣300的，他加到800，加600，哎，果然一加人家就不來。往年你一加人家，哎呀，人家還來住，沒辦法。今年不好意思的吧，你加我就不住了，我也不撐這個面子，因為口袋實在撐不起，囊中羞澀啊。酒店行業、旅遊業是吧？航空，2026年實在是高興不起來，冷暖自知啊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